可以送送你可以做个表演哈，用好嚟参加呢個你嘅呢男醫師嘅下架嗰啲，好3號嘅呢呢嘅最好好，就係比大家帶嚟精彩嘅推崇表演。第一呢有唱的呢是我们的高雄市蔡公民俗国乐团，今年成立培民会96年哈，成立在民国96年，同时呢在蔡公路蔡公庄来发扬我们嘅客家文化哈，所以呢成立公民后已经有40年了哈，成立至今呢已经有17年了。那目前呢由我们的富贵乡团长所带领，跟大家挥挥手，好，欢迎团长。那他们呢一路呢都是传承着我们嘅客家语哦哈，同时呢以加强表演客家文化艺术为宗旨哈，也结合了社区庙宇养护的机构，跟他为推广传承我们嘅客家语哦。今日呢，我们会带来3类表演哈。3号的呢，接下来我们邀请现场所有的贵宾，还有所有的新的好朋友，我们是不是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高雄市蔡公民俗国乐团带来精彩表演，众场欢迎。
典的歌曲哈。等下呢，泰嘎哥今天来响应的也是香港，今天来聆听我们舞台区带来精彩的表演。